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咱搁再来到主的圣殿因为今仔日是圣日，咱三甲伫神的面头前来敬拜主。多谢恁常常借着基督来拓调这个事奉。虽然咱目睭袂看到咱的观众、咱的听众，但是呢，咱相信。只要神的感动，来叫因来开来听神的话语，神家己伫遐咧动工，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咱今仔日仍然是活伫这个多灾多难的世代内面特别是伫这个疫情严重的时节，咱伫本国现在是真严重，世界真侪所在仍然真严重。咱为这项代志来祈祷，求上帝怜悯，也互咱伫即款的情形下面，靠着主的恩典，凭着信心来行水面的道路。咱三合额头祈祷，亲爱的上帝啊，你是阮的天父，是阮的救主，你是阮的避难所，是阮的力量，是阮伫患难当中随时的帮衬。多谢你。互阮有机会通经历各款的问题、各款的灾难、各款的无好的情形，因为阮知影，阮是活伫一个多灾多难、黑暗的世代当中，阮有主耶稣成做阮的救主，阮的生命伫神的手中，阮就毋免惊，因为上帝时刻甲阮同在，伊借着耶稣基督。伊是阮的以马内利甲阮同在，阮就毋免惊阮将今仔日的信息交托主，求主你的圣灵做工，借着你的话语来，互阮心内得到力量有迄个盼望，有这个平安的心，继续来奔跑头前的路。阮安尼倚靠你，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我渴慕
宝贵的兄弟姊妹，我相信伫咱的当中啦，有一个兄弟姊妹，可能信主也是有一段日子咯。我想，因伫这信主这个经历当中啊，因经历到基督这项代志，经历到基督的力量，甲基督的功效。今仔日呢，咱也是要讲到关于这个神属神的行理啊，伊的基督。这位呢，就是圣经当中啊，称呼真多上帝称呼上帝是合乎称呼这个大卫王啊是合乎神心意的一个人。咱今仔日就是要借着伊的一篇的基督文来甲大家来分享来讲到这个基督这项代志。有时咱的基督咱就甲伊写起来经过真侪年了后咱搁来掀起来看的时阵，咱就充满着赞美甲感恩因为上帝一摆搁再一摆来垂听咱的基督咱就向伊感恩。顶摆有人真心意的人无要接受主，经过基督了后，虽然真侪年，但是最后也是上帝听咱基督，伊接受主耶稣做伊的救主，也有真侪代志，大大小小问题，咱借着基督，上帝垂听，咱感恩赞美上帝所以真有意义这个代志真有意义。今仔日呢，咱要来思想关于大卫王的基督大卫王为什么伫今仔日的信息当中要讲到伊的基督呢？因为大卫伫伊做王的这段时间内面虽然也拄着真侪经历，拄着真侪苦难的代志但是这一摆是经历到真大伫伊的生命当中真大的苦难，真大的问题这个到底什么问题呢？咱以后说来就要讲到咱人生会拄着苦难，拄着问题咱是常常听去。讲到说人生有十有八九拢人拢会拄着困难，拄着灾难，或者叫做苦难。有时咱人真着这个苦难真无爱听，真无爱拄着。但是咱看到有个真出名的一个大人物或者有真侪在册本当中写到这个苦难会造就这个人。伫苦难当中咱有法能忍耐，咱有法能应付吞忍一直到得胜的时阵，咱就要对这项代志学习到属灵的功课，做人的功课会借着这项代志要引出咱要做更较重要、更较大的代志。感谢主的恩典。毋知大家捌听到伫山摩当中有一款的树真奥妙这款的树是山中伫山摩当中是极度缺乏水无水真孤单的环境当中伊仍然有人生较真妙性，真好势。听说这款的树就是活的时阵一千年袂死，一千年袂死。若死了伊就一千年袂倒。虽然是死了，伊还佫徛咧。活长若倒落去佫一千年也袂烂去。哎呀，真奥妙伫这艰苦无水孤单的环境内面仍然有法能活出妙性而且这款的树伊的树木真大棵伊的迄个树叶
是用个黄色的啊，当然也是有绿色的，但是到这个时期又变做黄色的，非常的水，一片过去讲有黄有绿，大部分是黄色的啊。这款到底什么树呢？这款叫做乌杨树、胡杨树啊，英文叫做 Populus tree 啊 ，Populus tree 是一款呢山木内面特别的树，伊被称呼做山木当中的王树，也是树王啊。啊，干哪子呢？因为伊伫真潮水、真艰难孤单的当中啊，有法能活规算千年的，而且死了佫袂倒，1000年袂倒，倒落去1000年袂烂去，真奇妙！即款的树，我是想到咱人啊，伫极苦难的环境当中啊，是毋是像即款的树木怎样会坚强啊？啊，真强的这个毅力啊！有法能伫苦难当中啊，仍然生存落去。咱人啊，应该伫这方面来学习，伫苦难当中仍然靠主的恩典来生存落去，并且来荣耀主。哎呀，咱逐摆讲到精金不怕黑干哪子呢？因为伫做精金以前真纯粹、真贵重的迄个金本来是沙石一头然后经过非常强烈的火来咧炼最后就怀暗针的就去一边了，所存留落来就是精金那么这个呢烈度偌大呢？偌悬呢？1064.18是摄氏度摄氏度所以这个是 centigrade 1064.18，所以咱看到伫迄日当中才有法通出精金。咱人伫苦难当中咱这个人更较贵重更较会晓生命，更较会晓爱惜生命。伫经历当中咱有法通诚做真好的功课，通学习，比办做更较大、更较好的代志。为什么大卫王会拄到这款的问题然后才来到神的面头前的诚恳的祈祷呢？原来大卫王伫晚年的时阵伊的这个家叫做押沙龙，英文叫做Absalom，押沙龙，伊这个家来叛乱，想要篡位，篡后爸的王位，家己要做王。伊带领一寡以色列百姓来反叛伊，并且要来追杀伊。大卫王就带家厝内的一家人，有一部分帮咧皇宫咧，带一家人安尼出去逃难，走东走西因家带一家军队来接面，要甲伊拍死，然后家己做王。你去想觅咧，这个老爸，这个国王，拄到这款的代志。毋是小项代志对伊的生命真大威胁，对伊的王位真大威胁，甚至对整个国家前途有真大的威胁以后做一个王，这款的情形，伊减袂痛苦、忧伤、惊吓。那即阵伊要做啥物呢？咱看出伊就来到神的面头前来祈祷。来讨帮战，去想觅咧。大卫王伫少年的时阵伊靠着神的带领带领，凭着信心来将这个巨人大仙人伊的名叫做歌利亚，甲伊拍倒，
然后将伊的军队、歹人的军队，甲你击，甲你灭。哇！迄摆的战争真大的特性，伊倒来凯旋，倒来城内的时阵啊，真侪人百姓就徛伫路边咧欢迎伊啊，并且大声咧呼发讲：伊说扫罗王就是大卫以前的迄个王啊，说扫罗王是杀死寸寸，大卫是杀死万万。哎呀，意思就是将迄个功劳归托大卫，超过迄个扫罗王啊，就引起这个扫罗王的怨妒，也想要害死。所以啊，到后来哩，这个家己的囝儿也是要篡位，要来害死。哎呀，伊这个做国王做老爸，心内敢会伤心。所以伫遮咱看出来，人心可畏啊，可怕互人真大伤心啊！大卫就是伫即款的情形下面啊，即款的苦难内面啊，来带到神的面头前。那么撒旦呢，常常伫人拄着灾难的时阵啊，就这使所人来反对。托这个大卫身体顶面、心灵内面失去了平衡，失去了迄个信心要将这个大卫拍倒，因为魔鬼知影大卫是怎样会听上帝，是合乎神心意的一个人啊。魔鬼也知影，也是要来陷害，要来甲伊拍落去要互伊跋倒啊。但是神允准大卫拄着这项代志会发生，毋但大卫伊为着大卫要叫伊这项代志要叫大卫信心得到锻炼，伫训练当中伊会搁较刚强，伫这项代志来得胜咯，以后搁较蒙主的悦纳。所以神毋但要造就大卫王，借着这项代志，将大卫所经历的甲伊写落来，并且诚做基督的这个模样。大卫王就是将伊的基督甲伊写落来，诚做以后的信徒。以后的基督徒，以后属神的囝儿，若拄着困难的时阵，拄着是灾难的时阵，人以为说绝望咯，无盼望咯当伊看到大卫怎样来仰望上帝，伫苦难当中回转过来伫绝望当中看到盼望，可以伫黑暗当中进入到光明。当这个人真真正正来仰望上帝，伫这个困难的当中的时阵上帝就要叫伊伫这个山间水尽鱼无路的时阵要叫伊来带领伊伫幽暗花明又一寸，就是伫绝望要带到盼望内面感谢主的恩典。伫第二节呢，伊安尼讲，说有真侪人议论我大卫。伊讲这个大卫得无着神的帮助，就是伫背后来责备，通来批评，来论断。你看，伊讲这个大卫王，伊是一个王一国之君一国之首但是现在呢，连家己的囝都无信任伊，连家己的囝都要反叛伊即阵因也是知影，这个大卫王犯着这项代志一项罪，两项罪，就是犯奸淫的罪，叫谋杀的罪，将厝边一个女的这个妇人人，甲伊占来做太太，然后将伊的丈夫甲谋杀。上帝非常生气，就借着先知来责备伊的罪恶。后来这个大卫实在是
伫神的面头前啊，认罪悔改啊，又真真实实的诚诚恳恳来到神的面头前啊，来统靠。伊圣经内面啊，形容说，伊的目屎啊，为着伊的罪啊，流目屎啊，迄个伊的困的床要漂浮起来，伊的目睭流的目屎真多，甚至真大，连骨都煞高大去啊！形容到即款的真切的认罪悔改啊！但是神仍然无放你，因为伊所犯的罪，上帝也是要刑罚你，要教训你。伊曾经伫伊的咧责备的时阵，讲这个伊的家族啊，无离开这个老匪的代志。意思就是说，伊的家族啊，后来会拄着真大的灾难，拄着真大的问题啊。所以虽然啊，伊做毋对，但是魔鬼也是借着一个人百姓来讥笑伊。伊讲伊啊，未得到上帝的帮助啊。虽然这项代志啊，对大卫来讲是一项真大的打击。但是魔鬼也是伫遐来加葱加菜，这个火上加油，火顶加油啊！这个落井下石啊，什么意思啊？这个人跋落去井的内面应该会去淹死咯。有人经过看到迄个人跋落去井了，去淹死，伊无去救伊，反倒当一个大石都含添落去迄个井的迄坑咧，推搁较早死啊！这个实在真无好啊！魔鬼就是安尼啊，落井下石啊！撒旦就是趁人拄着危机的时阵来攻击人，毋但安尼啊，要使说一家人来攻击伊，讲伊的歹话侮辱伊，讨伊啊，圣经讲啊，讨伊无法通夹起头来。这就是撒旦魔鬼常常借着人的软弱来控告人，互人的心灵啊、良心未得到平安，甚至非常的忧愁甚至到一个严重的坎站要自杀，这就是魔鬼的诡计。但是当大卫来到神的面头前的时阵，咱就看见对危机变做转机了。危机是危险，转机是对歹的转去好的，得到一个复兴，得到一个好的转变。所以第3节安尼讲大卫王写安尼，但是你是上帝，但是你耶和华是我四周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搁是叫我夹起头来的。哎呀，这两日但是你是一个转机咯。魔鬼撒旦要将伊压落去，要来破坏，百姓要来反你，家己的囝要来攻击伊，要篡位。但是上帝伫危机当中伊来到上帝面前，但是伊讲，但是你耶和华是我四周围的盾牌。什么是盾牌？保护。矛是咧攻击的，盾牌是保护的。当大卫的目睭常常看到敌人的攻击，常常听到讲伊的歹话的时阵，可以夹袂起头来的时阵等于想到这人，这黑暗的话语这消极的话语，伊就软弱伊就倒退。但是当伊来到神的面头前呢，伊将伊的目睭毋是看人，毋是看到这环境，伊是将伊的目睭回转起来，转眼仰望上帝恩典的时阵，转眼来仰望神的慈爱的时阵。转眼来想到神的赦免，叫神的怜悯，叫上帝赦罪的迄款的慈爱的时阵那么等于想到
神的慈爱、神的信息、神的赦免、神的怜悯当想到遮个时阵遮就诚做一款的保护，诚做一魔鬼用迄个攻击的迄个矛还是箭来射来时阵，伊就用上帝遮好的物件来保护伊，诚做伊的盾牌诚做飞机变做传奇。将危险就变做好的代志了，感谢主的恩典所以当咱拄着问题、拄着困难的时阵人来做想到神的荣耀的方面，想到神的慈爱、信息、公义，想到遮好的时阵咱遮黑暗就消失了。伫人绝望的时阵，伫人黑暗的时阵，来仰望神的荣耀的时阵，咱的神就叫咱有盼望，叫咱就进入光明。感谢主的恩典。所以当咱做来仰望上帝的荣耀的时阵，咱的头无搁再担落去了，咱的头就夹起来。所以圣经讲说上帝是叫我夹起头来的你是我的盾牌，圣经说耶和华，你是我四周围的盾牌，佮是我的荣耀，佮是叫我夹起头来的。顶摆咱做着毋对的代志，咱常常压头歹势见人毋敢夹起头来，惊见笑但是当咱伫神的面头前认罪悔改多多想到神的正面的、光明一面的神的代志的时阵，咱就对黑暗当中转向光明，将额头变做仰望，夹头起来，正死咱就无搁有失望，无搁有沮丧无搁有遮软弱的代志，因为靠着主，才有法通刚强。第四节安尼讲。伊说：“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求告耶和华，伊就对伊的圣山来应允我。伊伫向上帝出声的来求告耶和华上帝呢就伫伊的圣山神的所在来应允你这就是伊台话这款的对神的信心，来到伊的神的面头前来祈祷。昨日今仔日早起昨日早起有这个姊妹来探望我，伊讲几句这属灵的话互我真受感动。伊讲啥物伊讲咱毋通直直埋怨神还是埋伫生活前面埋怨东埋怨西咱也毋通常常怨叹怨叹这项怨叹迄项，感觉无欢喜的所在就怨叹吐大开。其实其这个埋怨是啥物呢？是出声的无欢喜。干那你安尼，干那你安尼，干那安尼干那那我来安尼干那你来讲我安尼，干那安尼这个出声的埋怨亲像以色列人伫曠野内面无水通啉，伊无向神祈祷伊反倒来责备伊的领袖来出声的，干那你要带阮来遮，要互阮吹大死，要来旷野要甲阮枵死嘛？阮伫有好鱼好菜伫种个埃及的有水通啉，有好食的，你带阮来遮要枵死，要甲阮吹大死嘛？出声会种个埋怨向迄个怨叹呢，有时毋敢讲出来，伫内面闷伫心内，真不服气不服气无讲出来，但是闷伫内面遮拢无好上帝无爱即款的声音上帝爱听是啥物声音呢？是祈祷的声音，是赞美的声音是感恩的声音。这是上帝最爱听的声音，也是最得水的声音。你也袂晓唱歌，袂要紧，
也真是唱歹听也袂要紧啊。但是呢，咱若有基督的声，有赞美感恩的声，这是上帝最爱听的，也是最得水的声音。所以咱应该常常来向神来感恩赞美基督毋通发出的怀埋怨、怀怨叹的代志的声音。所以当神来听到咱做伊行里常常来到伊的面头前祈祷，来到伊的面头前感恩来赞美，这声音上帝真爱听。上帝无爱听烦闷的埋怨、怨叹、生气骂人、戳人生气的时阵就讲歹话哎呀，这声音无按讲上帝爱听的赞美感恩祈祷，讲耶和华圣经安尼讲，就对伊的圣山应允伊。第5到第8節，怎啊是伊所拄着的代志，甲基督的代志，即陣是要講到大衛特性，叫基督的果效是啥物？第5節講伊說：我倒落來困，我醒咧做工雖然即個無講做工，無論我困還是醒咧，耶和華攏保佑我有即款的信心無論是暗時咧休息，伊有法通困；無論是日時做工，伊醒咧繼續正常的做工。這是基督所帶來的功效，這是基督帶來的這個特性因為換當你祈禱了咯，交託咯，但是暗暝還在未困了可能咱的交託也無夠行，也閣白當當咧。咱日去祈禱了，交託了，咱日時做工，直無法通做工，心無注意可能直創毋着代志，敢若真诶，咱直想到咱的問題真大未解決所以咱既然着交託咯，就是交託咯。因為上帝甲咱講佇新約內面伊說你着將你的重擔放託神，卸託神，因為上帝顧念恁，求主實在是幫助咱，而且盼望咱出聲的感謝主，深深的相信，來向神呼說：耶和華攏佇咧保護我毋免驚所以佫說落去呢，伊就佫講第6節伊說：雖然有千萬有種的成萬的百姓要來圍咧，要來攻擊我，但是我也毋驚。哎呀，咱佇這個大話所講的在話語當中看出伊真大的信心看出伊真正的交託伊祈禱了，佫看到雖然有成萬的人咧威脅佇咧攻擊我，伊講我也毋驚，這就是基督的功效頂擺咱菲律賓常常拄着種個綁架的代志咯，搶劫的代志非常厲害咱報紙咧，平時來咗咧，還是咱咧交談的時陣，常常講到這個代志有一擺暗暝天要光咯，在街頭12點咯，這個電話才彈我夾起來聽，我去聽到說，敢若3更半暝有人敲電話來，夾起來聽，我本來是3更半暝有人敲電話啦我是出咧等因為我幾十年的經歷內面常常3更半暝來攏是毋是好嘅代志但是感謝主我經歷到遮會曉學習交託。一擺已經也久無接到3更半暝敲電話來咯，一擺佫有人敲來，Hello， 你要找上才有一個聲音真粗聲，
佫真恶的声音啊，甲我讲，我暗暝要来劫你，用本地话讲啊，我因你较小心的，我今仔暗暝要来劫恁啊，要去恁兜啊，恁着注意。哇！我去带着咱3更半暝困啊，较毋知影天地是这忽然间醒的，这听到即款的话哦，心内也有撮咧，紧紧走落去下骹，叫工人说：请！哦，你赶紧看卖，咱的门有关好势无？窗啊有穿好势无？安尼啊，迄暗暝我困袂好势，敢若真诶，也搁咧惊咧。这是失败的这个见证哈，但是这项过去了啊！我逐摆自称吼，我是一个真勇敢的、真大胆的人吼。3更半暝去摸咧吼，去踮遐无边咧行吼，伫迄河边，迄独木桥吼，伫遐家己一个无月亮、无灯光，较暗睭啊，手撑出去袂看到你的手，迄款的暗暝吼。我都无惊了啊！为什么？我迄个时阵有一首诗歌唱啊，是老阿妈教的啊。耶稣听我，耶稣听我，我真欢喜啊！主耶稣听我，耶稣听我，听我。直唱，我较无惊去啊！感谢主的恩典吼。最后呢，咱有一个结束吼，就是讲到大卫王啊，伊依靠神的迄个大能大力啊，来赢过敌人，向敌人夸胜。所以伊伫第7节安尼讲啊：耶和华啊，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啊！搁再一摆讲到伊的祈祷，因为你拍了我一切受敌的这个喙边骨啊，叫拍碎伊的喙齿。那在这个喙边骨哦，是动物吼死了后啊，这个骨哦真短，佫真大支吼，来夹起来哦，会攻击。但是哦，动物了活咧时阵，这个喙边叫伊的喙齿哦，是咧攻击人的这个武器啊。哦，所以啊，直到讲到喙齿叫这个喙边骨个吼，是讲到敌人的攻击，叫做问题。虽然有遮问题啊，但是哦，上帝啊已经拍碎在敌人的喙边骨，叫伊的喙齿啊，意思就是赢过了敌人咯，赢过魔鬼的攻击，叫做困难的问题咯。大卫伊深深相信神甲伊同在，因为伊接着先知啊要来。安立伊做王的时阵，并且应允伊讲说，你的王位啊，直到永远。所以虽然伊现在拄着问题，但是伊相信神会保守伊，直到永远。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你迄即阵啊，是毋是也做忧愁，也做问题，也做苦难？所以，咱应该着怎样呢？咱带到神的面头前，魔鬼咧攻击咱，要互咱身心软弱，要离开主，各款的问题临到咱，但是耶和华是咱的大能大力，咱倚靠伊的大能大力呢，咱就有法通得胜，借着基督来仰望上帝，交托给上帝。咱最后呢，一定会唱大卫王最后一句伊讲，伊说救恩是属于耶和华的愿你赐福予你的百姓。但愿咱深深的相信，咱拄着问题的困难，耶和华是咱的避难所救恩是属于耶和华上帝，愿咱每一个人伫神的内面得到祝福，因为咱是伊的百姓，是伊的子民，倚靠伊的人，别较袂低到见效，能够在三甲额头祈祷。亲爱的主啊，阮感谢你，借着今仔日大卫的祈祷时，互阮看出
伊伫患难当中，将一切来交托你。虽然这个问题真大，有真万的人要来攻击伊，要来杀害伊的家己的囝儿，要来抢伊的位，并且想要杀害。但是伊来到神的面头前，伊无来报仇，伊乃是将所有代志交托到上帝。最后，上帝为伊解决了这个问题，伊还在坚固的坐伫伊的王位的顶面。多谢你，你甲阮讲，阮是你的囝儿，当阮相信主的时阵，阮是你的囝儿。也就是王子，上帝的王子公主，阮就毋免惊，因为上帝是阮的盾牌，是阮的帮助。救恩是属于耶和华的，我靠伊的人无抵到减少。感谢主，求你祝福所有的兄弟姊妹，交伫我也未信主的人，互因听了上帝福音了后，有法通接受耶稣做因的救主，一世人直到永永远远蒙恩蒙福。感谢你，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